侪环保团体早起是去行政院顶前抗议水库设供电，因是呼吁行政院要赶紧修法，禁止设供电的区域，而且嘛要把这宽屏的机制束缚更较严格。 7月初，台南市风台扫来，屏东嘉东沿海的离华太阳光电系统铺台，规个扫歹去，对海流四界漂流，上远的有流到高雄林园。在地人真烦恼这废弃的材料，会影响渔民掠鱼啊，甲生态环境。另外，乌山头水库3年前拆水面亭太阳能光电棒，毛民众烦恼会污染水质，甲破坏景观。国家公园还有风景区。 应该是采原则禁建，小规模自发自用，大概那个才可以免去禁建。呼吁政府正视高风险区开发乱象，然后严格的管制光电设置的一个设置区位。民团呼吁透过立法规定禁区，嘛要立即更加严格宽屏机制，甲区域管制，较袂威胁到生态，嘛确保民众安全。 民团强调讲，毋是反对光电，是希望绿能要甲重点放伫咧厝顶的光电，甲都能的系统，较会当来因应极端气候。光电管理当然这相关的规划都有，但至于说这个就是说相关团体的诉求，我们还会再审慎评估。行政院表示，民团的意见会传达予负责的主管机关。经济部能源署顶一日已经发声明。 讲能源转型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关键，针对社会各界的疑虑，未来会持续加强沟通，伫落实政策治理，甲保障民众的权益之间，找到平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